出席海洋公園保育聯盟頒獎典禮2026，非常之開心同埋榮幸喺度同大家見證咁重要嘅時刻。今年咧係我哋保育聯盟嘅成立第3週年，多謝各位嘅積極參與，協力咧將保育理念轉化為行動，為社區帶嚟實質有影響力嘅改變。好開心今日咧能夠出席呢個頒獎禮同埋保育嘉年華。喺呢度咧，我首先要向所有得獎嘅學校同埋同學致以衷心嘅祝賀，恭喜你哋！保育聯盟嘅成立，為同學提供咗難得嘅機會，積極參與各種保育活動，唔單止可以提升同學對生態議題嘅關注，更加鼓勵佢哋可以主動去思考點樣一齊去保護大自然。保育聯盟將會繼續推動低碳飲食文化，致力培育保育嘅領袖，實踐保育嘅行動。未來咧，我都希望我哋嘅同學繼續保持對環保嘅熱情，同埋將環保知識運用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，積極鼓勵身邊嘅人同埋朋友一齊環保，一齊去尊重大自然，共同構建一個人類同自然和諧共存嘅美麗家園。